的培育学校，一起拿属于天国的学分。各位兄姐平安，礼拜在3分钟就要开始了，要请大家尽量从前面的空位来坐。然后另外，请大家记得将手机关成震动或是飞行模式，谢谢大家。让天堂敞开，向我浇灌你生命，释放你同在。耶稣，你是我苏醒，让天堂敞开。当我们在神的施恩宝座前，神必赦罪，神必施恩他的恩典给我们，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过，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宝座前。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哈利路亚！此时此刻，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坚信我们所信的。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必如何。因为神已为我们安排好一切，神已为我们挪开生命的一切拦阻，还要赐给我们的必是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海。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随时与我们同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海。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海。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阿门。让我们用我们的掌声献上我们的赞美给我们的神，因为他值得我们的称颂。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力量就加添在我们的当中。阿门。愿我们的赞美充满这殿，愿我们的赞美充满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重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从高山上直到山谷，
我们的歌声传遍千里，哈利路亚！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崇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从高山上直到山谷，同样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让我们持续的赞美，你从高山到山谷，直到地极，哈利路亚！同样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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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让我们呼喊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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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从高山上，从高山上直到山谷，同样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从这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让这歌声传千里，让这歌声传千里。哈利路亚！用我们敬拜的歌声传遍千里，我们所传道的每一处都见证了神福音的大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君王就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君王。哈利路亚！神是圣洁的，让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
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就算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这首诗歌我们刚刚唱到，更多来认识基督是主，更多来领受从神来的荣耀。阿们。刚刚牧师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圣灵跟我说，这里就像天上的敬拜。阿们。带出荣耀，哈利路亚！这是荣耀的敬拜，在我们所踏之地上面，因着你的敬拜，它成为圣灵之地。阿们。它成为圣洁之地。阿们。所以我们是带着神的智慧能力跟权柄的儿女，我们都是门徒。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把神所关心的事，是关乎这个世界的大事，神把这个任务交在我们的手中，因为天父阿爸父他乐于我们与他同工。你乐于，你甘愿跟天父同工的，请举手一下。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请放下你举手的，神看见了，神必定
在你的身上做记号，因为你愿意与神同工。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工？除了我们礼拜天回到圣殿来敬拜神，我们越多人在这里敬拜神，每一个人的心献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神以此为乐，我们就能够大大的得胜仇敌。因为仇敌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站在这里敬拜神，所以你要同意仇敌，还是你要同意神？我们要同意神。当我们同意神的时候，就是把礼拜天神看为生日祝福的这一日，来到这里敬拜他，把一切的荣耀，仇敌所嫉妒的那一份荣耀，是归给神。当我们没有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忙自己的事，然后呢，把世界成为我们的第一，那就是把荣耀归给了世界的神，归给了仇敌。No， 礼拜天我们一定要回到教会敬拜神，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吗？我们一起说，我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把跟旁边人说，我要把荣耀归给神。我要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神给我们一个，耶稣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做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个礼拜1月26，刚好过年前的这一周，我们要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再一次的进到街头，我们要街头布道。1月26号，我们的小组的组长母鸡带小鸡，我们要把神美丽的话语、美好的祝福要带给路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为下个礼拜来祷告，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街头布道再一次的得着1000人以上。阿们吗？阿们。我们现在2次累计下来有2000多人，然后呢，决志的有400多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是丰盛的。现在我们要来找旁边的人，一个跟一个勇敢的跟他说，我不会 RPG， 请你教我。好，我们现在会的来带不会的，两个人为下个礼拜我们街头布道，我们来跟神祷告，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恩典遍满全地，主啊，你要我们生养众多，要我们治理这地面。主啊，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语铺陈。主啊，在这些我们所有的朋友，在这些路人，主他们纵然不认识你，但是他们是你创造的儿女。主啊，你要爱他们，你要救拔他们。借着我们永光教会弟兄姐妹，因着我们的信心、智慧、能力，这一切都要成就，好叫我们的神心中喜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感谢来呼喊你的名，更多，哈利路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我们高举神的名。
样更多来高举主的名？哈利路亚吗？来，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仰望天上。是的，我们说主耶稣，我们高举你，你是配得的。我们一起说，下一句是什么？更多来呼喊你的名。要怎么样来呼喊呢？要怎么样呼喊？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来呼喊我们的耶稣，耶稣，耶稣，来，飞来，耶稣，太小了，这个声音呢没有办法击退仇敌，大声的来呼喊。是的，因为他的名是配得高举的。耶稣来，预备，来，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你知道吗？魔鬼听到耶稣的名，他就吓得撒尿跑掉了。你知道耶稣多厉害吗？你喊得这么小声，再一次哦，好不好？我们高举耶稣，因为他是圣洁。再来一次，耶稣来，请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一起献祭给他。和散那，我们要把2000年前的呼喊耶稣和散那进城的那个气势带到这里，阿们吗？阿们。我们来喊3次的和散那，想象一下2000年前他们是怎么样欢迎耶稣的，他们大声的喊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哦，我们来喊3次的和散那，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哈利路亚！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昨天圣经营结束之后，弟兄姐妹有非常棒的分享，因为昨天董牧师在分享上带出许多的亮光。我们发现到我们认识神的伟大真的认识的太少，以至于我们对神的敬拜有所轻忽。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被神提升，然后对焦在这真正爱我们的神的身上。我们今天的敬拜真是倾我们全身之力，有没有？然后吃奶之力在敬拜，是因为耶稣他用吃奶之力为我们牺牲生命，我们也用那个吃奶之力敬拜他，因为我们身心里所有的细胞、筋骨、肌肉都属于他，全身都动起来跳舞歌颂他，这就是在天堂的敬拜。阿们吗？阿们。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的敬拜带出兴盛，你的敬拜带出兴盛。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光教会是尊荣的教会，请你温柔的跟旁边的人说，请坐。一起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42到45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要邀请一位姐妹啊，她来做见证啊，在她的生命当中，如何透过培育学校，让她的生命有极大的翻转，关系有极大的更新。这就是她参与在培育学校里边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的获利。我们掌声热烈来欢迎我们的秀珠姐妹，来，秀珠，秀珠。你是哪一个小组的？自豪小组。志豪有在哪里啊？大声呼喊，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呢，接下来请秀珠来分享她的美妙的生命。来，牧师，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培育学校第15届的毕业生廖秀珠。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这里分享主带领我完成培育课程的奇妙作为。诗篇128篇4节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是的，我渴慕圣灵，愿意被圣灵引导，所以我从培育学校更多的认识到，圣灵是有位格、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的神。是我的保惠师，更是我灵性上的导师。使徒行传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培育学校1年半的过程中，牧师带领我们操练领受异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我为班导师秀莲执事祷告时，所领受看到的画面，竟与他儿时居住的三合院一模一样。这样温暖的意象，也不只感动了秀莲执事，更让我确信，因圣灵的恩赐，我有领受意象的能力。主耶稣是有恩典和真理的神，我相信主所赐给我的产业，不只是物质的充足，更包含我的家人要与我同在神的荣耀恩典中。我学习信靠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所以在培育课程的装备期间，即便生活中遇到难处还有挑战，我都不担忧也不害怕，因我确信生命的主权在于基督，他是我生命的主，活在基督的里面，是神对我美好的计划。神的恩典让所有的困难转变成为祝福。透过培育学校，帮助我学习如何将时间分别为圣，读经、祷告、领受异象，Soki 亲近主。这些操练过程让我与神有着更亲密的关系。我的生命掌舵主是我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异象里，更确信神一直与我同在，也引导我走平安丰盛的道路。
谢谢2位牧师，还有班导师们为培育学校摆上时间，也带领我们一堂一堂的完成。培育课程建造我属灵的生命，使我的生活靠主话语有能力灵命也越来越成熟。我相信主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会更爱服侍主，成为主所用的器皿。感谢主的恩典也谢谢自豪小组的家人们为我 RPG 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也让我跟我女儿雨竹一起完成培育课程，我们都顺利毕业了。鼓励弟兄姐妹不要犹豫，快快报名培育学校，放心将结果交给神，他必带领我们走丰盛的道路。这会是一趟有主圣灵恩膏和祝福的旅程。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谢谢你们鼓励。哇，当爸爸妈妈的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跟孩子成为同班同学，竟然就在属灵的行列当中。当女儿的可以跟妈妈一起成为同学，当妈妈的可以跟女儿一起成为同班同学。我们的秀珠姐呢，她的工作是卖自助餐，已经多年。我们的教会的阅读营都是吃她的自助餐长大的，非常的好料美味，然后呢，色香味俱全。那她呢，给我们的小孩吃的都是量多，因为我们的小孩很会吃，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永护，永护在哪里？永护站起来一下，永护呢站起来，永护，这个身材就是这样养出来的。永护来，请坐。来，永护不仅身材好，她现在越来越有智慧，感谢主。那秀珠姐，她是没事应营摸代志再来上培育学校吗？请问你有做不赢？你很忙吗？忙碌，他非常的忙。你看，当他呢要把他的自助餐都收拾完，那个要花多少体力跟时间？但是他呢，赶快把他的自助餐全部工作都弄完的时候，礼拜5晚上就赶来上成长班，礼拜6就赶来上门徒班、领袖班。所以，若不是在神的爱那个能力吸引他，他怎么可能放下家里面？如果是你，你放得下吗？你放不下。但是神给他智慧，在他的里面，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比你在你自助餐里边所得着的多而又多。”阿们。是的，得鱼如得人一样。阿们。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秀珠给我们的所立下的榜样，掌声谢谢他，上帝也祝福他。这是很棒的一个见证透过他信仰的历程，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量身给我们永光教会的，不管是培育学校或者学习圈，所有的课程都有神给永光教会按部就班的来成就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主哈。OK， 好，这时候我们要一起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谢谢。感谢主，今天早上牧师要用一些时间跟我们一起透过马可福音10章42节到45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尊卑的属灵原则。我们一起来说，来，尊卑的属灵原则。那我们从信仰里面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待属天的跟属地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尊卑的原则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有异同之中，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神的心意。好，所以我们感谢神，让
我们在昨天圣经营永光教会，我们大概在20几年来第一次办的一个非常正式的圣经营，开启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单卷的对圣经的了解更深的明白。我们请了最专业的神学博士最专业的新约神学博士董俊南牧师透过他生命的经历，以及他教学的历练，以及他牧养的过程里面，牧会的过程，综合了这一些神给他很特别的一个人生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用最简而易懂的东西把2000多年前的话语化为现在对我们的鼓励跟帮助，这是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哈。那昨天我们所有的人参与的都感同身受的，这是神对永光教会的祝福，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愿意摆上时间学习的一个极大的提醒跟祝福哈。那昨天牧师有特别的一个领受，就是董牧师在最后的时候有提到耶稣行医治的神迹他来表达在这个他的行神迹的过程里面提醒了当时候的犹太人，也给当时候的所谓外邦人有一线的生机所以他医治患血肉的女人她是一个外邦人，她的生命就跟她的身体一样的不断的在流失，不断的在流失，但是她是圈外之人，她是篱笆外的，是不配领受神的祝福的。这是谁定义她的？是犹太人定义她的。然而在神的定义里面，他们同是神所创造的，同为神的儿女但是犹太人定义他们是圈外的，是不被蒙福的，是应该被咒诅的，因为他们常常欺负犹太人那不管怎么样，又有一个神迹，就是埃鲁的女儿，她是犹太人，但是耶稣去到她家的时候，她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已经没盼望了。对犹太人来讲，那是绝望的。就像犹太人，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弃绝了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透过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他们的，自己领受恩福以后，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怎么样成为万民万族的什么祝福，对不对？要成为蒙福祝福的管道，他们不愿意，他们弃绝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谁比较重要？谁比较需要被救？好像圈内的人篱笆内的这些犹太人需要被救。这提醒我们当今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你我们不要以为这福音就是只有我们拥有就够了，我们领受就好了。不，神的计划绝对不是这样。不要忘了神给我们的大诫命，让我们遵守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但是谁带着一个大使命，是我们必须要去执行的。而这样的执行不是单打独斗的，是我们整体教会一起来做的，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昨天最后牧师用这样的一个马可福音第4章第5章这样两个神医治的耶稣医治的神医治的神迹，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耶稣的心意，以及神救赎计划的内涵的完成，还在我们的手中，要接棒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永光教会读经计划在今年我们一起来努力现在读到哪里了？创世纪今天是第几章呢？第4章第5章，对不对？我对不对？对嘛第4章第5章所以很棒的，我们都按部就班来，就一定完成。我就心想，如果今天有一个6年级的学生，几岁？12岁，他按部就班，每一天跟着教会这样读，2年读1遍圣经，对不对？他24岁的时候读几遍了？6遍了。
对不对？他48岁的时候读几遍了？啊？啊？我算不起来啊，已经不晓得几次了哈，18次了哦，对不对？我问你，读圣经读过18遍的哦，按部就班读过18遍的举手一下。没有，对不对？那按部哦，来有一个，感谢主哦，有一个，好，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未来就是你，阿们。你说未来就是我，对，可以按部就班的哦，按部就班的，一定能够超过20遍，阿们。那好不好？真的太棒了，所以大家跟上喽哈，因为年度刚开始，就赶快跟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要宣告，我天天浸泡在神的话语中。你呢？你要宣告吗？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天天浸泡在神的话语中，太棒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神祝福你，你一定要听懂神的话，对不对？因为你说你要成为顺服的才蒙福嘛，对不对？那你听不懂神的话，那你怎么顺服？你顺服不来呀。你听不懂他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不会德语，那上帝跟你讲德语，你听懂吗？那你就不会啊。但是神给我们的话语，透过我们读，透过我们聆听，我们必然可以明白的，因为这是神愿意祝福的一个方式。所以求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浸泡在这里面哦。OK， 你看昨天我们透过董牧师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引导。让我们对马可福音有更清楚的了解。虽然马可福音的著作是主后大概65年、70年完成的，好像跟我们将近有快有2000年的历史的那么久，但是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看见神的计划是亘古不改变的，并且神的心意在那时候彰显的时候，在如今依然彰显，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对不对？虽然历史不断的在旋转，在走，但是好像有一个旋转的东西不断的重复在发生。所以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所面对的，好像有当时下的政治、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怎么样，但是对应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对我们还是有很棒的提醒、跟鼓励、跟祝福，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你觉得你是读古书吗？但是要有一个转化，要有一个转化。这个转化怎么转化？不是靠自己知识咯，要靠圣灵转化，让神的话语记载在里面的能够活现出来，成为你活的字、活的意，这成为你我能够去了解神的话、执行神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昨天牧师跟我们常常分享的时候，他就把过去的真理怎么样转化为现在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来谨守神的话语。因为顺服带出的蒙福，那因为我们明白了他的心意，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一个真理。那我们牧师今天从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我们一起来探讨尊与卑在属灵的含义里面是什么？对应的就是属世的东西。这个尊与卑，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挑战我们，在挑战着我们哦。所以我们看，昨天董牧师也有提到这段经文，他说：“对啊，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解释有3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当然，他们最期待的就是政治型的弥赛亚，能够来救拔他们脱离这些强国对他们的欺压。他们好像只有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代比较强而已，对不对？其余都是很弱的，有没有？所以呢，即便他们知道先知不断的重复神的祝福、神的救恩是给万国万民的，但是他们说不，那欺负我的没有福分，
我暗扛起来，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你在生活里面会不会这样？也可能会有啊，对不对？对啊，在同事当中，他总是哇，出头天，对不对？有一些东西，我知道了，这是这老板按着给我的，我就怎么样，不给你了，不跟你分享了，因为怎么样，我总是被你压榨在底下，对不对？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门徒对耶稣将来要做王有所期待，因为他们认定他就是真正的弥赛亚，是可以掌权做王的，而且那个日子快到了哦，好像选举过后就知道可以登基为王了，对不对？还要怎么样？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分配位置，有没有？最近不管在台湾在美国都一样有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要分配哦，谁当什么谁当什么，有吗？哇，在选举过程里面的很支持的，哇，当然他们怎么样论功怎么样奖赏这是在我们现实的政治里面也可以看到。那门徒他们也会有这个期待，所以他们在争论谁做大位，谁可以坐C位的旁边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然而圣经马可福音却告诉我们，有2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问耶稣，然后呢先设一个标准答案给耶稣，有没有？夫子，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都给我们。哇，那夫子，如果你是夫子的话，你会说好吧，给你们吧，对不对？因为夫子你曾说过我们2个人以上求什么，你就必给我们啦。哎呀，真的太厉害了哇，这个学生都把耶稣讲的都记牢太好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应用这个原则那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用共观福音来看马太福音，不是这2个学生自己来找耶稣呢。共观福音里面是说这2个学生的母亲，他也不写2个学生的名字说2个学生的母亲撒罗米来到耶稣的跟前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度里在你登基的时候，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很好奇你会不会很好奇？马太记录的跟马可记录的怎么不一样呢？因为马太比较保守一点比较秀静一点想说这2位要求要坐位置，坐那个C位跟他们的当那个门徒使徒的那个身份不合不要给他们漏气，保留他们一点面子，好不好？请他妈妈出来就好了，因为妈妈是望子成龙的态度嘛所以妈妈来到耶稣面前，为他们2个孩子求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哇，给这2位门徒找什么台阶下，对不对很特别但是马可却不是这样呢。为什么？因为马可非常忠实的把实况记录下来。马可他是一个年轻的人他观察，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会非常的清楚，在后面的时候他把耶稣最后几天写得非常的细，让我们能够很清楚了解耶稣所说的耶稣的动态怎么样动静怎么样，写得非常的清楚，都比其他的共观福音更清楚。那我们就看见马可好像很忠实的把它写下来。虽然他们被称为12门徒、12使徒，但是他们还是凡夫俗对啊，他们还是非常平凡的人所以如果用这样子来看，岂不是也激励了我们？12门徒没多高啦，对不对？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欲望，对不对？他们有过去给的这些文化的影响熏陶，他们还是活在他们的文化社会里面。
让他们后来可以跳脱出成为有神果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属神所喜悦，被主所重用的，一定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在里面，不是吗？呀，这个太棒了！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的话，那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不可能成为12门徒，但是我们可以学效基督，成为他的真门徒。阿们。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哈！你跟隔壁说，我是平凡人，我需要耶稣。阿们。对，我不看稿了哦，牧师也没有看稿了，牧师还是平凡人，还是有牧师的受限，但是我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我学习耶稣，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阿们。这个是太棒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看这2位兄弟竟然公开要抢西位的左右，要成为左右护法呢？你觉得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看见耶稣看见门徒当中有争议哦，因为其他的门徒说：“你们2个凭什么可以得？对不对？”对这2位学生，同事啊，就生气了哦。他们生气呢？为什么生气？因为他们说：“你们2个就抢先了哦，就知道先去跟老师塞奶哦，对不对？不行的，你知道吗？牧师以前有教学生过12年真的有那种塞奶的学生呢，一定有啊，一定是有啊，一定是有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耶稣叫他们来，就直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大臣来超权管束他们。耶稣清楚告诉他们，因为耶稣也明白，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那自称为人民的公仆的，有时候啊，选举之后就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对不对？你以为只有台湾这样吗？没有，在任何的世代当中都是这样子的。选举的时候，我是公仆哦，所以选举前你要请他帮忙，是不是很容易？哇！而且在选举过程，他是来拜托你的。选举后呢，谁拜托谁？即便你去拜托他，他还要数算呢。你可以排第几位？有没有？照号码抽签，有没有？也不一定照号码抽签哦。对，他会看那个利害关系跟对他有影响的、对他有影响力的，可能都会优先处理。那这是好像是人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面，应该不是这样看待。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告诉我们，权柄是从神而来的，非常重要。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你今天你这个位置，你一定要了解，是从神赋予给你的。也许你努力过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过程也是神给你机会，神祝福你，神让你能够有这等的机会，现在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不只是一般人看为这个位置我的底下可能就有30个、50个、100个、1000个我可以支配他们，可以掌控他们，他们的薪资都在我的手中，我可以来确定他们。其实是这样而已吗？其实是这样而已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权柄是出于神的，那神所赋予的权柄一定负上了使命了。阿们。对，神既然有给这你权柄，那你在这个权柄这个位置上一定带着使命。很多人把这个使命看为是个人的，是满足自己的，满足所谓党派的，满足他们这一撮的人。
但是不是吧？神不会因为把你这个位置给你，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享受而已，那跟神祝福的原则不同。因为神祝亚伯拉罕就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怎么想，我们应该学效他，对不对？神赋予他什么样的使命，就在祝福他的同时给予他了，他非常的清楚哦。所以求神让我们明白，有权有势就有使命。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有权有势就有使命。对，这个使命是属天的。如果只是自私自利，那不是使命，那绝对不是使命。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来了解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你就会更明白。属世，我们知道属世有尊卑之分，有大小之分，有没有？有高低之分，有没有？都有的。属天的有没有？也有啊。耶稣在比喻里面有说啊，主人来，请3个仆人来，有没有？给他多少？5000，给他3000，给他2000，让他们成为做生意的本，对不对？让他们出去自我发挥，有没有分？有，5000、3000、2000。但是这个主人不会说你2000的要给我赚1万回来，没有，对不对？按着自己的本分来做。那这个标准，属地的跟属天的好像都有尊卑大小之分。然而更重要的，尊卑的观念，属地跟属天的却是南辕北辙啊，却是南辕北辙啊。怎么说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OK， 耶稣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为首，你要自卑下来，你的态度应该用谦卑的态度来，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国的伦理是什么？不是根据你坐在哪个位置上，而是根据你服事的态度，以及你在服事多少人，那是不一样的。好，一般的老板有2种态度。好，一种老板的态度是，你看我的企业养活了200个家庭以上。好，如果我没有这个企业垮了，这200个家庭啊，惨兮兮呢？你看我多伟大，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他是养活了这些人，所以这些人要服侍他咯，对不对？好，这些人要服侍他。但是有一种老板的态度是说，我谢谢有这200的家庭来为我们一起打拼，所以呢，我乐意来服侍他们。好，我愿意来服侍他们，那是不一样的态度哦，不一样的态度。前者是怎么样？高高在上，等着你看，来吧，让我施恩给你们吧。后者是不是？后者是认为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付上了代价，付上了时间哦，你们应得的，我努力给你们。那是不一样的。你看哪一种老板，谁比较喜欢？我们就可以分得出来了。这就是差异在这边啊。如果你成为老板的，愿神帮助你啊，学效耶稣基督，学效耶稣基督，不是看多少人来服侍你，而是说我能够为多少人来服侍，那才是你该有的态度。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看，就当时候摩西时代，我们用摩西跟法老来比较就好。我们把这2个人物比较就好。摩西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埃及的宫殿里面，训练了一切，接受了一切的训练，包括武功嘛，对不对？昨天总牧师有提到，对不对？他练了一身的武功嘛，所以他一巴掌就可以把那个手掌
埃及的首领打死嘛，对不对？超厉害的哈，那个是什么？五绝神功什么或者什么的啊？对，但是他想用他的方式，结果是败兴而逃，对不对？逃离到旷野去40年，这40年神熬炼他，让他谦卑下来。40年，他面对的都是这些羊群，在人来看啊，他就是只是一个牧羊人嘛，对不对？顶多呢，他可以把狮子、老虎赶走嘛，就这样嘛。他有什么权柄没有啊？好，在人来看啊，他怎么跟高高在上的法老王相比拟呢？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看神却是怎么样？因着摩西的顺服，在他好像最失败软弱的时候，挑选他起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这个是在历史当中啊，一定继续会传讲的一个神奇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这世代的人可以听见，即便是经过4、5千年的，可能在经过1万年，还是有人会记述这样的一个事件哦。因为这事件就是一个社会国家必须要经历的，甚至是一个成为福音朋友到基督徒所必须会经历的一个过程，甚至是基督徒的你我，在每一个时段里面，我们都必须要从埃及出来，出旷野，进入到迦南地，而且建造成为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过程都是我们生命的历程。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看重的不是法老王他的位置，神看重的是摩西的谦卑。阿们。所以在神的眼中，你是尊贵的还是卑微的？神不是用你的现在所拥有的来定你的尊或卑哦，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切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神是用人的态度来决定你是尊贵的，还是在神眼中是卑贱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跟隔壁说，因着你的态度，神看你为尊贵的。来，因着你的态度，神看为你是尊贵的。阿们。对，因着你的态度哦，因着你的态度，不管你在敬拜，不管你在服侍，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尊主为大的时候，神就尊重你。阿们。神就尊重你，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已经给我们有一个最棒的榜样典范可以学习，就诚如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所提到的哦，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并且如果看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他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阿们。因为基督他愿意卑微自己，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就看他为尊贵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属天的伦理的尊与卑，不在于你社会的地位，不在于你在教会的地位，都不在于，都是在于你的态度如何，那才是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最关键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感谢主，如果你常到我们永光教会的办公区4楼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办公区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很棒，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全职的同工，他们都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
他们都知道他们手所做的工是为基督而做的，所以他们用热情来接待我们。他们虽是很忙，甚至有时候要做很卑下的工作，但是他们甘之如饴。为什么？因为他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们用这样的态度来服侍，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参与在整个办公的工作里面，他们非常喜乐，甚至牧师都要打电话说该回去了，现在晚上1点了。昨天我们快1点还打电话赶人，有没有？他说没办法走，那怎么办呢？比较特别，因为今天我们小会要审核我们的年度的合会手册，这是我们的同工第一次做，真的是不简单哦。一本册子如果印出来是这么厚的资料非常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工都配合我们办公区的这些同工的时程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多事情需要把时间分配起来。如果你想说就我一个牧区而已，没关系啦，等我一下，不，你等你一下，它中间夹在中间的，你这样后面都没有办法排呀，了解吗？所以为什么要大家配合，就是这样，让他们的工作我期待他们是准时上班、准时下班的，但是他们都很乐意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责任。这是责任。虽然有很多同工也看见来协助他们，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怡静快1点了，也还在协助帮助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同工他们摆上的真的是用他们真诚的信仰跟态度在服侍神。我们就求神祝福他们，让他们灵魂体都健康。求神祝福他们的家人能够包容他们，并且有基督的爱在他们的家当中。我们也求神让他们在业务上越来越熟练的时候，就怎么样做得精准而且快速。阿们。这是我们为他们祝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看见这些同工乐意摆上，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教会的这些铁三角，我们的长子们，这些他们1个礼拜来几天？来教会可能都3天以上，对不对？哇！我出去分享，人家说不可能啦！你们教会的这些长子跟铁三角都没有上班，对不对？我说哪有没有上班？他们还是上班，他们有些都当主管的了。他们业务很忙啊，但是他们很乐意摆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这福音的价值，他们看见了服事的价值，他们知道他们把时间摆上给神使用。神就为他们怎么样固守他们该有的。所以就像耶稣所说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阿们。你愿意那些东西是加给你的吗？阿们。是加给你的可能你在公司可能用的时间不比同事多长，你经营生意的时间不比别摊位长，但是你为什么可以更多的蒙福？因为你知道你选择了最重要的。如果你确信一切的福分祝福都在神的手中的话，那你不跟他巴结，你巴结谁呢？对不对？不要说巴结嘛，对不对？你就相信他，好好的服侍他，敬拜他，神一定喜悦这样的孩子，神一定把他预备的福分大大的赐福给我们。阿们。所以牧师心里非常清楚知道，这些全心全意摆上服侍神的人，神的恩典绝不落空，而且是永留不洗的。他们越服侍越甘甜，因为他们灵魂体属天属地的都一起来领受更大的福分，以至于他们福杯满溢，就有更多的恩典祝福可以分赐给其他的人。阿们。你说一个穷光蛋可以分享给别人什么？不可能嘛。但是当你福杯满溢的时候，你就有能力跟信心更多的分享分赐出去，这是理所当然的。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所说的，来，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阿们。你服侍基督吗？你服侍基督的身体教会吗？阿们。如果你服侍基督，服侍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话，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你。”阿们。如果天父尊重你的话，那他不把百般的恩赐祝福给你吗？一定会给你的，对不对？你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你尊重，你服侍基督。阿们。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永光教会的热情跟合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好啊，所以我们跟隔壁说，来，热情和合一是永光的 DNA， 来。对，这是我们永光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马可福音在描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要字，它不断重复，好像重复40几次哦，就是快，赶快，很快的，快的哦，这样的一个翻译的哈，那个翻译出来的。为什么会很快？因为马可福音描述的耶稣是神的仆人，是仆人啊，是人子啊，是仆人啊，所以很特别啊。所以我们就会在马可福音看见，哇，耶稣很忙哦，不管是在海边、在山上、在陆地上，他都忙来忙去的哦，哇，忙得不可开交哈。而且3章21节还提到，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很多人要找他，他还是怎么样？乐意的服侍他们呢，所以他的亲戚就说他什么？他怎么样？癫狂了耶稣啊，不要癫狂了，不要成为工作狂。哎，你是工作狂的，举手一下。有啊，不要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OK， 工作狂好不好？对，因为学校耶稣是一个仆人的。但是耶稣虽然是很热情的这样服侍，他有分哦，他有分哦，他会到哪里？旷野，到山上有没有？他会浸泡有没有？昨天董牧师跟我们讲的，他在山上祷告哦，他跟谁祷告？说亲爱的，我是。对，因为他就是上帝嘛，对不对？他对上帝祷告就是亲爱的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是我也第一次听到哈，很特别哈，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榜样，阿们。他给我们榜样，我们有浸泡的时刻啊。牧师浸泡的时刻分2个阶段，睡觉起来，就是亲近神的时刻，就读圣经，写手抄然后浸泡睡觉前要跟我亲爱的爱人 RPG 有没有？然后我自己浸泡，然后再安睡。对，这是我学校耶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把它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刻，我相信你们也可以，阿们。而且那是最享受的时刻哦。好，重新得力。就在于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圣灵的引导里面，那才能够重新得力。好，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在永光就看见一群为福音癫狂的福音使者了，对不对？他们愿意摆上，这确实是让我们成为看见神祝福永光教会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其他的教会，我们发现他们为什么觉得说不可能，大家都忙？那我说有啊，撒旦给我们最好的借口就是忙，就是忙。但是你为什么而忙，在做什么而忙，这个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该敬拜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敬拜。该工作的时候，我们好好工作；该休息、该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休息运动；该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就喜乐的心来服侍他。阿们。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尊他为大，他就爱戴我们，就怜悯我们，体恤我们，也赐福给我们。所以感谢主，下个礼拜我们教会要来再次的走上街头哦。我们走上街头是抗议吗？不是，我们是传福音哦。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走上街头是传福音。哎，对，哇，我们是要传福音哦，要给人的哦。所以跟隔壁说，我们一起上街头传福音。本来牧师都体恤说这个下礼拜就要过年了，还要再上街头吗？圣灵告诉我要过年了，所以要把最好的分赐出去。圣灵也早上提醒我说，要叫弟兄姐妹穿得最漂亮的，因为要过年啊，要把最好的给人家，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下个礼拜天就可以把最漂亮的，不要穿一身的都是黑色，好不好？比较有光鲜亮丽一点的，比较可以吸引人的，看到我们就哇，这个人很光鲜亮丽哦，很有精神哦，做喝康有没有？对。好不好？我们穿的美美的、帅帅的，跟隔壁说，下礼拜要穿的最美的出来，来。阿们。我们穿的美美帅帅的哦。牧师要提醒各位，今天早上这句话，今天早上圣灵提醒我的，要跟大家讲，有路人正等着你救一把，有路人正等着你救一把。要过年了，他会因为遇到你救他一把，他好过年。要过年了，家庭还支离破碎，他要你等着你救他一把。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热情，让他可以改变他的人生观。那要不要做？要不要做？我们一起参与好不好？好，所以非常的关键。也许对我们来讲就大家继续出去步。圣灵提醒我，有人正等着你救他一把。可能你一句话把他从深渊里面拉出来，可能你的一句话让他破镜可以怎么样重圆哦。那这个好事你要不要做？我们教会铁定要做，因为我们可以成为社会跟国家的祝福，就在于这个行动里面。好，所以愿弟兄姐妹一起来，要记得报名，跟隔壁说一定要报名。一定要报名，跟我们的小组长来报名。我们在礼拜3之前要来了解我们下个礼拜有几个人，因为我们要预备点心，对不对？那我们下礼拜是合会，那合会结束，我们合会的时间很短的，因为现在各自的关系，我们不会印手册喽，我们很简要的就会把我们1年度的工作，牧师用 PPT 来介绍以后就可以通过。因为我们每一周的周报都有在登录这一些，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如果你有存留起来，你就知道。那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出去布道，然后回来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救了谁，谁得利了，有没有？我相信最大的祝福是跟得利就是你自己。阿们。你跟隔壁说，传福音最大的祝福是自己。来，对，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经历了，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喽。OK， 好，你有新的看见，有新的盼望吗？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哦。好，这时候我们要来读我们今天的金句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再次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
如果用这段经文，怎么样来宣告呢？牧师，如果牧师我会这样说：我宣告，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我宣告，耶稣已经舍命做我的赎价。阿们。我宣告，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因为我要先被耶稣服侍，对不对？他替我担当一切的罪恶，洗净我一切的污秽吗？他先服侍我，我才有办法服侍他，不是吗？对不对？因为唯有我圣洁了，才能够得神的喜悦，不是吗？对，所以我宣告，耶稣来就是不是要服侍我，不是要受我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并且舍命做我的赎价，然后我才能够服侍他。阿们。感谢主哈，这是我们可以宣告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按着你自己的感动先说我宣告，开始来。我宣告，耶稣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并且他舍命做我的赎价。阿们，阿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所确信的一件事情哈。OK，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请大家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同心合一，一起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倍增，感谢神灵时刻同在。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同心合一，起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倍增，感谢神灵时刻同在。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荣耀归于上帝，功劳归给你，喜乐留给自己，不是真美丽。荣耀归于上帝，功劳归给你，喜乐留给自己，不是真美丽。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你能够敬拜神，能够服侍他的教会来祷告。求主帮助你看见，这是非常尊贵的服侍，让你明白，你服侍人、服侍教会，
就是服侍基督，好让你每一次的敬拜都能够得神的喜悦。你每一个服侍，即便是扫厕所、捡垃圾，都能够知道这是尊荣的。不管你在社会的工作是什么，在神的眼中，你只要态度对了，你就是尊贵的。阿们。我们开口为你自己的家里的、你的工作、你教会的服事，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谢谢你让我们有服事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享受在服事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最好的态度献给你，愿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社会的工作，在教会的服事，在教会的敬拜，在家里的服事，我们都能够成为馨香之器，让主你喜悦。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家，让我们成为你所恩典满意的家。感谢你，父神，谢谢你，我们能够敬拜你，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我们开口赞美你，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你的全能就运行在这里。你侧耳听你儿女的祷告，并且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成为事，都要成为成就。所以感谢你，让我们不为自己抢夺位置，乃是愿意用最美服事的态度让主你喜悦。因为你告诉我们，凡至高的就要降为卑，凡自卑的你就升为高。愿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你从卑升为高的，你所喜悦的子民。感谢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把恩典福分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新的年头的开始，我们弟兄姐妹身体上有软弱的，主啊，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经历你的医治。主啊，心思意念有扭曲的，主让他们能够归回转向你，让他们的家庭、工作、健康、敬拜都到你所喜悦的定位上，让他们能够射中目标，就称为他们的义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大能的权柄，我们这样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世人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着。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
请坐。事工分享，请潘牧师。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好，接着，好，那我们这一周的导读，我们已经进入到创世纪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读第2卷的经卷哈。好，是创世纪，我们一起来攻读，来请。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这是创世纪的5章24节。我们继续把神的话语继续往前进的时候，你与神的话语同行，神就与你同行。阿们。所以这个以诺呢，他是人，全人的就升天了，所以在世上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奥秘的作为。好，所以我们有影音呢，我们持续的来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见证，他们现在在跟着读经进度在跑，那个生命灵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被更新，意念也被更新，感谢主哈。好，接着。好，那我们昨天圣经营呢总共有127人，从儿牧青少年到中年，哇，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这其中。昨天参加圣经营，然后听了牧师的讲道，快不快乐？好不好玩？有不有趣？非常非常的棒哈。是，所以呢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这就是神要祝福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透过神的话语来兼顾我们。好，接着，那我们下个礼拜天是9点联合礼拜，跟旁边人说下个礼拜9点礼拜。好，我们是3合1哈的联合礼拜。是，所以呢下个礼拜9点呢，然后我们开始礼拜，那呢也会进行合会接下来重头戏就是我们的街头布道主日哈。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小组呢，请组长们呢在这个礼拜呢跟我们的组员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福音卡。好，所以下个礼拜要不要带来？小组要带主日也要带。在后面呢，还有我们也还可以再去拿哈 ，OK， 这个福音卡哈。好，那我们要把人数报上来哈，要报名报上人数，因为我们要准备点心。我们在今年的牧师期待我们教会，不管是开会准备便当，或者是任何的，只要我们需要预备买点心或者是便当呢，我们希望都能够抓到最精准，而不会浪费掉弟兄姐妹所奉献的金钱。所以呢我们麻烦我们的组长一定要确实的来鼓舞，然后调查一下，然后回报人数。我们礼拜天呢会预备一个简单的点心，让我们在街头布道回来之后，我们可以来领受到这点心哈。所以要麻烦我们小组长。好，再来。好那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要给我们的儿童或者是我们的青少年，因为我们今年呢开始推动2年的读经运动，所以呢牧师我们这边呢要鼓舞我们的青少年，然后呢也跟着2年的读经运动，所以呢我们在信仰奖励金的奖项上面就增加了这一项，新增这一项读经，然后每一天你读经你可以做笔记。好，那成人可不可以？成人一样也可以做笔记哈。我们都把每天抄写、导读，然后另外呢，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读经的日记。所以我们青少年呢你几个字都没有关系，那我们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这个青少年呢，这个是我们所新增的信仰奖励金叫做读经笔记奖哈。好，透过这样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在信仰的根基上面建立的更稳固。好，那信仰奖励金呢在这一个学期呢是申请到1月26号，所以呢上一学期的都要把它累积起来，1月26号之前呢，中午之前一定要缴交你们的资料。所以如果你们延后了，
我们干事这边就不处理，因为呢，这个人延后，那个延后，干事的事情都处理不完。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谅我们的同工啊，他们有这么多的事情，他们都一直在服务我们、服侍我们，那我们更也要尊重他们，在时间上面按时缴交，就是对他们的尊重。OK， 好，那这是一个很棒的美德。好，再来我们的生命更新营，这是我们永光教会建造 DNA 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永光的培育学校。所以呢，我们的更新营在3月8号到3月9号，这是更新营。然后呢，之后呢，会有成长班。所以呢，我们还有门徒建造营跟精兵营。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按着这个程序呢来报名。那如果你都没有上过培育学校的，请你来报名参加生命更新。你已经入籍在永光教会，是永光人。但是你还没有进过永光培育学校，那我们要请你呢来报名，你会更认识为什么在永光教会的 DNA 是如此，是这么蒙神的赐福哈。所以邀请，然后呢欢迎我们都来报名参加生命更新营。好。另外受洗呢，我们是选在2月的第2个礼拜天，所以我们在邀请的时候呢，也留意一下这个时间。原本都是第1主日，那2月因为遇到过年，所以呢，我们就改在2月的第几个主日？第2个主日哈。好。等一下，我们的小会员就是我们的长老呢，我们要来进行和会手册的一个审核哈，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大家来召开。另外，好，今天呢还有我们礼拜服事人员的训练会。那我们因为人数众多，所以呢可能要请我们自己附近呢早餐吃，我们去觅食，1点半回到这里来参加训练。每一个参与在服事的人员，你都要参加，因为新的年度会有新的服事的一个调整，所以呢，不论你过去有没有训练过，你今年就有新的样式出来，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事，所以同工们都要来参加哈。我们对面呢，神知道我们很需要，所以对面开了一个虱目鱼店吗？是吗？嗨，你知道不错吃，牧师也推荐你们可以去吃哈。以前牧师要吃都要跑到那个公馆，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一家那么远，如果可以开在我们永和附近，没想到他就开到对面了哈！哇，这个是神要供应给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去吃哦。OK， 好，再来。那今天呢也有财务的训练哈，所以这些的各区然后单位的区长、出纳、财务部，还有呢我们这些同工呢都要来出席哈。好，那再来。新春的假期的礼拜的预告，我们1月29号是初几？1月29号是初一。初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刷牙洗脸。然后呢，吃完早餐，然后就来到教会。谁来教会参加新春礼拜？谁要来？全家，知道吗？全家带着你的儿女，全家，然后来到这边。新春礼拜就是在1年的头一天，就是把全家献给神，然后呢，让神来引导我们1年的道路。好，所以新春礼拜上午9点礼拜1个小时，然后呢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出去哪里玩都可以哈。好，然后再隔几天呢，就又遇到礼拜天了，所以礼拜天呢也是在上午的9点。好，上午的9点。那我们1月26是9点礼拜，那再推过去的下一个礼拜2月2号也是9点礼拜哦哈。好，大家呢小组长都提醒一下哈。好，再来。好，那这是我们亲子双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长园地的一个广告哈，一个广告。好，然后呢，在这个广告当中呢，我们为了要鼓舞我们的家长呢，让家长们对于在养育孩子上面呢，能够有一个循着从神来的养育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今年特别呢，看重家长。因为呢，养育小孩，家长辛不辛苦？
是我们常常赞美小孩，可是呢，都忘了要欣赏、赞美、鼓舞我们的家长。是，所以呢，在今年呢，我们渴望我们的家长呢，能够透过在神的话语当中的建立，让我们的家长们呢，他们能够被鼓舞，并且看到自己的价值，也看到自己成为父亲、成为母亲的尊贵。阿们。你跟旁边的人，他如果是爸爸或妈妈，你跟他说，你当父亲、当母亲，你很尊贵。好，所以呢，我们呢要鼓舞我们的家长，然后呢来参加家长园地。在这一年呢，有我们的年度的总目标就是亲子合家双赢，所以呢要兴起我们新生的下一代，就要有健康的父母亲。你怎么样在家里面管教你的儿女？你要有健康的情绪，用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教导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小孩？那我们通常都是徒手练功，可是呢，神已经把圣经给我们了，那就是教养小孩的一个说明书。可是我们都没有读，我们也不了解，因此呢，我们教出了下一代呢，就变成一个扭曲的，造成这个世代的一个扭曲。我们知道黑暗的势力也在掠夺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起来。我们一起起来，然后来参加亲子礼拜，参加家长园地，然后在家长园地里面被建造成为有根基的父母亲，是养成兴盛的下一代。阿们。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会每一个礼拜，凡来参加家长园地的家长们，我们都会送他们这个叫做奖励豆。青少年儿童他们可以领奖励金，我们家长可以领奖励豆。好，那在这个奖励豆上面呢，他还有写祝福的话，这是非常棒，而且它是真的种子，你回去种了，它可以活的。是，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子，让家长们随时被提醒，你是尊贵的，你在养育上面，在家庭里面，大家尊重你。孩子也尊重你，神也尊重你，因为你养育你的小孩就是服侍神，服侍神的，神也必服侍你，并且尊重你。阿们。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到年底呢，他可以累积他参加在家长营地里边呢有多少颗的种子，多少颗的奖励豆，他就可以看得出来，透过这个来奖励我们的父母亲，并且陪伴他在信仰的生命上面有一个健全的智慧来养育下一代。是，所以我们在座的你的小孩，你现在还有小孩是在小6以下的，请举手一下。小6以下的，这么少吗？看到后面的 ，OK， 好，所以我们都要来参加家长园地哦。好，来参加家长园地。好。再来，我们下一个。好，那这个是是针对我们的松年呢，在礼拜一我们的乐龄营，然后呢有上个礼拜是魔术所以把他们带得非常的快乐。所以长者，你呢60岁以上，你如果有参加，你自己有自己的小组，但是礼拜一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我们的乐龄营它是在11点的时候非常的棒好，再来。另外，我们的撼动星球，我们的青少年的撼动星球，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报名，所以呢，我们呢邀请我们的孩子们，那目标呢要有200个人，包括别的教会，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祷告团，然后呢有一个冲刺团还有这个媒体的，所以青少年都已经在积极的计划这一些，所以我们在祷告 RPG 当中，记得有撼动星球，要为他们祷告，阿们吗？好，感谢主。好，恭喜好，恭喜在上个礼拜2，在我们的教会召开这个74届的牧长的干部会议所以牧师
中会书记潘纯勉牧师哈。然后，这个中会书记你们知道要做什么吗？所有的开会都由我要记录啊。然后再来呢，如果有遇到别的教会，他们呢有牧师要按牧，然后要就任啊，我要去做什么？做记录吗？我要去司会，每一场牧师都是由我司会，所以这是这一年我很重要的工作，司会，然后呢再做记录，所以牧师呢在服事的工作的量上面增加非常的多哈。因为牧师过去呢只有顾我们永光教会，现在呢还要顾中会98间教会，所以常常为牧师祷告。感谢主，上帝又预备了我们的国宾长老当选中会会计哦。哈哈，中会会计就是管所有98间我们的财务，然后呢，我们的预算，整个中会的。所以我们的中会呢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教会，我们都按部就班的来管理治理，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感谢主，牧师是书记，然后由国宾长老是会计，所以我们有5个干部，永光就占了2个。所以呢，牧师如果到别的教会去要去服事的时候，国宾长老他就可以开车载牧师去。感谢主，真的是谢谢国宾长老哈，是若不然周牧师他都陪我，主要我要自己开车，可是他又说好，我送你去好了。好，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同工哦，是那常常为我跟国宾长老我们在中会的服事。好，来祷告，让我们有健康的体力，有清晰的头脑，牧师也要清晰的头脑哈。好，谢谢大家。好，再来。这个小宝宝是谁的？好，这个是我们荷兰的 David 牧师，还有君玉师母哈，在昨天嘛是吗？1月17。好，前天哇。君玉师母有生小 baby 了哈，她生小孩很快哦，是，所以牧师去年10月去她那边，她肚子看到了，然后现在就生出来了。第2个哈是男的，叫圣恩，好，圣恩，感谢主，上帝也继续让我们的君玉师母她在身体的恢复上面是蛮得力，然后健康的哈。好，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他们了哈。好，感谢主。好，再来。好，为我们的秀丽的婆婆，还有敏慧的爸爸，再来。好为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还有治好的姑姑哈，手术。那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你在 RPG 的时候纪念他们，你为他祷告，他里面就充满平安。阿们。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旁边有没有新到的人或很久没有来的人？你跟他说我认识你。好，所以呢不认识的你站起来。OK， 那现在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阿秀姐来那个儿子什么伟去了？郑伟好，挥手一下，感谢主，我们的阿秀姐90几岁了，上次在医院里面97哦，哇，她呢那个位置就是她以前常。然后上次他生病了哈，然后住院儿子说牧师啊，你赶快来哦，感谢主，他现在出现在这里，我们为他掌声。哇，阿秀，耶稣爱你，我们爱阿秀姐，他还可以活到105岁哦。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耶稣爱，看旁边的人，爱你，让他爱围绕你。
我们仍然站立，牧师要为我们祝福祷告。愿上帝大能的宝贝扶持你们，基督的救恩降临在你全家，更愿圣灵引导丰富的恩典为你存留，让你每天活出喜乐平安，并成为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神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在来的这一周，我们下个礼拜天9点见，大家请坐。平安。黑暗战斗，闪着